次的校庆，我们班要表演诗歌朗诵。校庆活动不是应该让我们自己决定表演什么吗？我想要表演竞技啦啦队。一群老老夾夾嘅團體。你们怎样？你们实在太小看竞技啦啦队了。这项运动不是你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可以玩。安樣嘅，但唔會本人講無用。上課前我要先收起全部的教練費。也係。到底还要看多少你才甘心啊？教练费全部给我吐出来！你是誰啊？光复中学幼保科2年 A 班导师方佑仪。企鹅跟我们啦啦队有什么关系啊？企鹅里的 cheerleader 啦啦队员的意思，我觉得这样比较能代表我们大家哦。4月30日，同兒加油！